馬太福音5章1節，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喺經文嘅上半部分記錄咗一個微小但係關鍵嘅動作，就係上了山。耶穌喺每一日工作之前，都會經常去到一啲係渺無人煙嘅地方，包括山上邊、曠野或者一啲更加隱密、冇人揾到嘅地方，去同天父上帝親近，並且祈禱。因為耶穌知道每一日展開工作之前，佢都必須要喺天父上帝面前領受力量。今日我哋都一樣，我哋生活喺一個節奏急速、資訊爆炸嘅年代，每日忙碌嘅生活好容易令到我哋心靈疲乏、靈命枯乾。正因為如此，我哋更加需要佢嘅力量嚟到支持我哋。而呢份力量通常都係放喺最隱密嘅地方。唔知道你同我願唔願意喺每一日揾啲時間去到呢個隱密嘅地方領受呢份力量呢？呢個係靈修1分鐘，我哋聽日再見。